好来，乡亲啊，这个猪屎变黄金，这中华市猪仔场的排泄物变做沼气来发电。猪场内面有风力发电机组，中华这座市猪仔场唔那卖猪尔，嘛是一座小型的发电厂。这尿水里面还有养分，就进入厌氧发酵厂，会产生沼气，沼气可以用来发电。 4万只猪的猪屎甲水经过机器分解、发芽处理了后，产生沼气来发电，一年会使发950户家庭使用电量，嘛会使每一年减少27000外吨碳排放量，变成全台湾头一座出力碳权的畜牧场，减少排放量，配合环保署的政策，未来佫会使转卖给其他的事业单位。工厂的开发，它有新增加的这个温室气体的排放的话，今天这样子一个碳权的这些注册，然后额度的取得，未来都可以提供为这个新开发的这个抵换。因为猪屎、猪肉拢排对最高的气，拢有臭味，即马。 经过新的技术，将这猪屎变黄金，若变成有机肥料，种出新鲜的青菜甲水果，未来更加会使经过碳权的交易变现金，嘛，互台湾推动再生能源，搁进一大步。